经过了解，无党籍市长参选人林义峰伫咧下午抢头乡，率先所有的市长参选人完成登记。另外，伫咧上午所有登记参选议员当中，并南区、安平区的候选人林世杰伫咧首次参选，就有真好的声势。上午，伊为着正式登记，再次对樱花宫上乡出发，并且以着车队游行的方式来向乡亲报告。会中，伊思思念念的，也是要如何来协助水灾民众重建家园，并且督促政府应该重新检讨着治水的政策。8月2日暗时开始的河大雨造成台南出现严重水灾，其中议员候选人林书记对啦暂缓选举行程，嘛无着风雨前往南区万里、新疆地势较低所在了解灾情，关心民众。日到27号上午，按照竞选总部所排定的量刑节日，日头早9点，先前往心灵寄托的樱花宫上香。祈求新民庇佑灾情，嘛表达全力以赴争取胜选的企图心。需要请出大阵尊王，希望伫新民的加持，予伊首次参选顺利。接续一群人回到总部，伫里长爱心妈妈甲热情民众的小厅，以车队游行向乡亲报告要前往登记。强调唔惊风，唔惊雨，要做市民的先锋。虽然今仔日落雨，但是伊唔惊雨，唔惊风，因为伊甘愿要来做咱乡亲的先锋。希望咱这乡亲时代，咱这长辈疼惜咱家己的子弟，看成咱家己的在地人，咱的林书记。虽然天啦吼，我嘛是如期吼人讲的唔惊风，唔惊雨吼来前往着这个登记。因为这次要登记的像这个时辰是有竞选总部来排列的，所以阮拢按照着竞选总部伊所安排的这个竞选的步骤来进行吼。对宣布参选以来，林书记一步一脚印，认真打拼精神，对市商会等于过去服务的团体拢尽全力收听，毛这些乡亲毕业热情所感动，替伊助选。伫今日27号登记完成以后，议员在意民众被淹水所苦，所以强调会当参考欧洲国家治水有成经验，对都市更新甲法令政策来重新检讨。防治着这水灾，应该对都市更新来做起啊！有都市更新甲这个治水这个管理的方式就对啊！爱来做一个结合，到我都通个完整啦，来排除掉这水灾的这情形，嘛会当参考到欧洲治水的经验嘛这次咱遮一寡台南市，咱遮一寡偏乡的地区伊接水遮一寡民众，咱嘛而且感觉平平是一个，如果来讲城市会接水，这不是一个已开发的城市应该有的经营，这对当政者爱是一个爱有一个警讯啦咱也希望未来咱台南市的市长，伊是一个有魄力，而且都市更新的部分就对啊伊会当展出着伊的魄力来完成着讲这个城市的改造。登记参选过后，为了希望乡亲到牵成集中选票，竞选团队嘛再次用车队扫街争取认同。但新闻君及张伟忠采访过的。BB 宽屏夏季最猛的优惠来喽！一次给您4重享受。第一重光纤上网100M，第二重 BBTV 数位高画质频道，新生办还送您东森购物金及国内1日游。办宽屏就是要选择 CP 值最高的 BB 宽屏，100M 只要550元，快打电话找 BB。